事事务所对一般人而言多半是痛苦经验，眼前这位律师让委托人有不同的求助感受。客家人来到这里会讲客家话，我真的奉为贵宾。我不但不收费，不收谈话费啊？我绝对不收，真的要付费。那你帮我订一份客家杂志。热衷推广客家文化，客家乡亲不收费。陈时山还担任客家杂志的发行人，小小出版社一个人得当3个人用。办这个杂志，因为客家杂志，一定要用8个字：广结善缘，乐观奋斗。凭着笃定信念，杂志发行量1个月维持7、8千份，是乡亲的回馈。为了传承，陈时山每年举办客家夏令营，今年已经19届，连台风天都没吓跑学员。我们只有给他草席哦，没有热水澡，洗冷水。我有200多位学员，甘之如饴。手捧心爱的客家文化，陈律师不怕麻烦。他说，能为乡亲付出，也是一种幸福。高超逗你嘞，高超逗你嘞，高超逗你嘞，高超逗你嘞。